有好多人問話有二龍戲珠、三龍戲珠、五龍戲珠，咁幾龍戲珠係點嚟嘅呢？呢個係根據翻正月初幾係龍日而定嘅。呢個係咩意思呢？就比如話今年乙巳年初七佢係龍日，咁就叫做七龍戲珠。而2024年龍年呢，就啱啱好係三龍戲珠。咁龍戲珠入面究竟幾多條龍先至算好呢？通常古人都認為係三龍戲珠係最好。三龍戲珠咧係代表風調雨順，龍越多咧就代表旱災比較大，而七龍戲珠亦係代表雨水比較少。所以三龍戲珠通常喺陶瓷同埋建築上面出現嘅雕花比較多。咁我哋今日講下呢一對清朝乾隆嘅三龍戲珠青花釉嘅鋼杯。三龍戲珠第一點係咩呢？龍係中國傳統文化中嘅神獸，象徵着權威同埋力量。三龍戲珠代表三種力量交融同埋協調，其中第一條龍代表天，象徵上天嘅力量；第二條龍代表地，象徵大地嘅力量；第三條龍代表人，象徵人類嘅力量。三者合一，代表天地人嘅和諧統一。第二點，三龍戲珠亦可以表現三種財富嘅結合同埋繁榮。喺中國文化傳統中，龍代表着財富同埋好運。三龍戲珠象徵金銀財寶、美滿幸福同埋事業成功嘅集合，寓意着財富嘅繁榮同埋富饒。三龍戲珠仲寓意着三才嘅和諧，其中第一條龍代表天才，象徵天賦同埋智慧；第二條龍代表着地才，象徵勤奮同埋實踐；第三條龍代表人才，象徵着人嘅潛力同埋創造力。三者相互交融，代表着天地人三才嘅和諧同埋發展。海水紋係中國傳統紋樣嘅一種，佢喺清代成為一種流行嘅吉祥紋樣。海水紋通常同山崖紋結合，形成所謂嘅江崖海水。呢一種紋樣唔單止美觀，而且蘊含咗豐富嘅吉祥寓意。海水紋象徵着連綿不斷嘅吉祥含義，寓意着事物嘅持久同埋連續。第二種係福山壽海，結合山石寶物嘅海水紋，寓意着長壽同埋福氣。第三個係一統山河，喺封建嘅社會，海水紋仲象徵着國家嘅統一同埋疆土嘅完整。第四個係萬世升平，佢代表着世界和平同埋繁榮，希望國家同埋社會能夠長久咁保持穩定同埋繁榮。第五個意義係江山永固，作為皇權嘅象徵，海水紋仲代表着國家嘅政權嘅穩固同埋長久。喺清代，海水紋唔單止用於官服嘅裝飾，仲承載着禮制習俗嘅重要意義。其形態組合同埋顏色運用都有一定嘅規則，呢個同禮嘅內在含義相契合。此外，清代中期嘅立水紋佔比多過於平水紋，山峰紋富有層次感，而清代後期立水紋變成咗直線型，山峰主要為程式化嘅山峰寶劍型。而呢隻三龍戲珠嘅青花鋼杯，鋼杯係咩意思呢？係聚財納福、吉祥如意。佢嘅設計靈感嚟自於傳統嘅水缸。水缸喺古代中國家庭中扮演着重要嘅角色，因為佢既可以儲存生活水，又能象徵着財富同埋福氣嘅滿溢。鋼杯通常同江山永固、江山在握嘅寓意相關聯。關注加點讚，了解更多關於生活嘅中國文化。